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3月26，彼得前书2章10安尼讲：人前毋是上帝的子民，现在是伊的子民。人前无得到上帝的怜悯，现在得到伊的怜悯。三工来祈祷，互阮成做你的子民，佫通得到你的怜悯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阮满心敬畏来到你的面前，献上阮的尊重甲敬拜。主啊！你是圣洁、公义、无慈爱甲怜悯的主，你创造天地万物，掌管世间万物的全能上帝。主啊！你的恩典何等丰盛，你的作为何等奇妙，你的名是阮要学习甲称颂无煞的。主啊，愿感谢你用不变的听来听阮，也用信息建立阮的生命。主啊，阮称颂你，学习你，也要时时尊你做大。主啊，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来救赎阮，互阮对前毋是你的子民，现在成做你的子民。前无得到你的怜悯，现在得到你的怜悯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